有人話佢俾人偷咗，有人話佢逃走咗，但係我哋知道佢仲喺呢一度。你哋嘅命運已經同佢緊緊相連，你哋要揾翻佢，喚醒佢，完成所有任務，先至可以打開逃生門，離開呢度。如果唔係，你哋將會永遠喺呢個殘影森林入面流浪。如果你哋成功揾翻被偷走嘅山啤神像，擺佢喺金山上面嘅老山神殿，並大叫 Run for your life， 你哋就有機會救翻呢度所有人，逃出呢個森林。而你哋嘅命運就掌握喺佢哋6個手上。貌美如花，黐家花大王千金，肥腸義薄雲天，交雲長。假期身手敏捷，馬戲班橡膠人。阿姐口齒伶俐，交榮心主持。Eden 智勇生存，交力量。你哋6位就係被選中嘅交人，今晚全場呢度8000人嘅安危就掌握喺你哋手中。你哋喺今晚嘅競技入面，每贏1關都會得到1條開寶箱嘅鎖匙，一共有15個寶箱，其中1個寶箱就收埋咗山啤神像。只要你哋揾翻佢，擺翻佢喺金山上面嘅老山神殿，並大叫 Run for your life， 你哋先有機會救翻呢度所有人，逃出呢個森林。